感謝世界綠色組織頒發 WGO Climate Action Award 2025俾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。大家好，我係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嘅公司秘書同投關負責人屈志平。中信資源作為世界500強企業中信集團嘅重要成員之一，我哋始終秉承為社會創造價值嘅理念，積極履行社會企業責任，推動可持續發展，為碳中和同埋能源穩定作出貢獻。中信資源係中信集團喺先進材料板塊嘅重要成員，係中信走出去20年嘅先鋒公司。中信資源喺香港聯交所上市，我哋嘅主營業務涵蓋石油、天然氣開發同貿易，以鋁產品為核心嘅礦產開發以及新能源投資。我哋嘅業務遍佈中國、澳洲、印尼同埋哈薩克。運營嘅3個油氣田上游資產分別係位於哈薩克斯坦嘅 KBM 油田，位於中國遼寧盤錦嘅粵東油田，同埋位於印尼嘅 SeaRam 油田。金屬同埋礦業投資業務主要集中喺澳洲，緊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嘅機遇。中信資源深耕油氣業務，強化非油項目合作，深入探索新能源、新材料業務佈局，積極踐行國家資源能源戰略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，已經形成多元發展嘅模式，構建咗高度協同嘅業務體系，推動公司發展行穩致遠。我哋深知綠色轉型唔單止係企業責任，更係長遠增長嘅關鍵。自2020年起，董事會已經將 ESG 嘅職責納入風險管理委員會，由上到下推動公司邁向低碳發展。我哋從生產源頭着手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，減少廢氣、廢水同固體廢棄物排放，並加強職業健康同安全管理。同時積極響應可持續發展倡議，簽署由環境及生態局推行嘅惜食約章，支持節能約章，並連續獲得 MSCI、Wind、商道、熔綠等第三方 ESG 評級嘅優異表現。我哋相信員工係推動氣候行動嘅重要力量。公司定期舉辦 ESG 專題培訓，內容涵蓋碳盤查、溫室氣體報告同埋減排策略，提升員工嘅可持續發展意識。喺社區方面，我哋積極參與公益及災後嘅援助，從向哈薩克孤兒院捐贈單車，到支援中國內地葫蘆島建昌地區嘅民生建設，再到員工志願者清理海岸垃圾，以實際行動反饋社會。喺碳管理方面，我哋持續採取減碳措施，聘請專業顧問進行碳審計，並透過香港聯交所交易平台 Core Climate 同埋 Gold Standard 認證嘅碳信用，支持綠色項目同埋抵消部分排放。未來我哋將依循中信集團雙碳白皮書嘅方向，制定前瞻性嘅減碳路線圖，持續完善各子公司嘅碳管理體系同目標，推動企業喺綠色發展道路上面穩步前行。中信資源堅信，唯有行動先至可以令可持續發展嘅願景成為現實。我哋將持續以創新同埋責任為動力，攜手各界夥伴，共創碳中和嘅明天。